由口碑实小以及吉贝耍国小演唱的原住民歌谣，为西拉雅文化节甲族群音乐会活动记者会揭开序幕。今年的文化节活动分别是10月13以及10月22天，伫新华林场大草园以及市府头前西拉雅广场热烈展开。一个民族也好，一个族群，它要能够一直繁衍下去、绵延下去，语言文化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要学习一个语言或能够必须要使用它。那使用它的最多的方式就是靠歌曲。我们看到很多人要学英文，都是先从唱英文歌开始。有些人唱英文歌唱熟了，才开始了解里面的单字，慢慢了解这个意义。好，英文如此，汉文也是一样，原住民言语，我想语文也是一样。那我们很乐于见到我们原民会跟我们所有的族群一起合作对于西拉雅文化节以及我们这个族群音乐会的一个推动。今年活动有西拉雅族以及原住民艺文展演、延伸扎哈姆音乐节概念的族群音乐会，邀请到伊利高路、达卡闹、高伟勋、茅草屋乐团、欧尼尼西拉雅族音乐团、大满舞团等知名歌手以及团体演出。另外，还有特色文化以及美食市集、手作体验等精彩的活动。台南市政府欢迎大家做伙来佚佗。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